我们全民健康检查的话是40到64岁每3年一次，那65岁以上呢就是每年都可以做。因为我们要服务我们37区的市民朋友，所以我们37区呢都会来办理，而且是有结合卫生所，我们37区卫生所通通都会办理。所以我们叫行动医院全民健检，就是把病医开到你的社区，来帮咱的民众来做健康检查，希望大家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是说把视力值做检测出来之后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分流的动作。它如果是屈光未矫正，就是说度数没有配好的话，那我们就把它转接到验光所。那它如果说是那个眼疾的话，我们就把它转接到眼科。那我们除了远方视力、近方视力，我们这次还针对那个糖尿病的患者多做一个阿姆斯特范格表，然后希望提早能够出现，就发现说，他是不是有黄斑部的问题，然后提早把它转介给眼科去做后续的处理。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那个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服务的话，希望能够对市民的视力健康能够有很大的帮助。先讲哦，老人连到哦，平时当来过好做好，这是最好，这服务做好。所有的以前的服务，到今年呢，感觉呢报就上好了。掌握时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行动医院已经执行20年了，应该有了哈，20年了啊，所以说累积了相当多的有用的关于市民的健康的资料，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料库。但是对于市民来讲，又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健康检查的机会，能够早期发现疾病，早期治疗。我们说很多市政是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则治疗，无则继续保持健康。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好好利用这个台南市政府独特、独一无二又是非常好的政策，又实施了很多年，照顾市民的健康。我们希望说对于行动医院，我们绝对是挹注更多的经费来帮忙。那这样子的话，一方面预防重于治疗，早期检查出来有问题了，早期借着健康行为的改正，或者是借由医生的介入的治疗，这样子的话，就对于市民朋友不会变成亚健康，甚至变成疾病的状况才去治疗。那对于政府来讲，这样也节省了许多的医疗支出，那是非常一举两得的事情。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好好利用。另外，是我们跟欢收看2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由新台海军造船发展中心以及台船公司共同建立的国家级船舰试验水槽，25号正式动土典礼，由小英总统亲自主持。总统表示，其台界设备甲场所将成为国舰国造进步的上大动力。新台拖航水槽伫2017年通过日本海事协会的品质认证，以及新能源设计指标试验认证，是目前国内上大、上长、能源专业上齐全的专模试验场域。试验能量甲世界先进国家相当，为了更加达到国际水准，适应现在日新月异的高性能船舶设计需求，成功大厦甲海军造船发展中心、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共同合作建制，将水槽为原本的长度165公尺延伸到285公尺，扩大成为国家级的船舰试验水槽。90年前，位在德庆溪上游的成功大学的前身台南高等工业学校，也开设了全台湾的第一个博用机关科。1970年，在50年前，政府希望也要求成功大学建立造船系，培养优秀的造船工程人才。这个也造成了大造船厂成为10大建设中第一个开工完工的项目。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引进的重型土木工程技术，对于后来提升台湾整体的港湾、土木、水利工程量能都影响深远。造船作为火车头工业的角色当之无愧，我们也都有幸参与其中。而作为一个教育的学术研发单位，我们一直致力于透过技术研发跟人才培育，贡献于国家社会的需要。
结合成功大学在临近高铁站的归仁校区所有的国家级航太风痛研究、材料跟资通讯系统，以及我们机电领域的整合的完整搭配，我们最大的志愿是快速的、系统性的支持国家在下一段的建设发展、国防自主的努力当中，有来自我们学研单位最关键的力量。总统蔡英文也特别亲临主持动土典礼，望各界的尊干实验水泽，未来会当成为各建各做进步的上大动力。国建国造就是台湾国防自主的重要的一环，国防自主就是展现台湾自我防卫决心的关键所在。今天高性能国家级船舰试验水槽的动土，不仅是台湾造船产业的重要的时刻，未来也将成为国建国造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么造船业是台湾重要的传统产业，这几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提升海事工程量能以及国建国造的政策，希望用国家的力量为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培养台湾的人才，强化竞争力。在大家共同努力打拼之下，我们看到了造船业有了新建的厂房，增加了就业的机会，逐步恢复动能。我们也看到一艘又一艘下水成军的舰艇，为守护国家再添力量。也因为订单和机会，国内造船业也更愿意投入人力资源，研发各种海洋能源产业所需要的船只，为产业带来新的荣景。那么今天的高性能国家级船舰试验水槽动土，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让我们的船舰试验能量再强化，性能测试更快速。新代校长苏慧珍表示，咱台湾是造船工业重镇，以及周边产业聚集地。新代拖航水槽延伸，将会使台湾在海洋相关工程领域实验能量透过学术水准、业界技术、研发品质，提高各建各做实力。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今日除了小英总统来台南，副总统赖清德嘛亲自于南台湾第一间产前奥莱伫台南的开幕来剪彩。根据统计，该商场试营运一礼拜以来，已经累积16万的人潮，相当可观。日本三井不动产集团开超过30亿，伫台南高铁特定区所打造的大型购物商场，第二层试营运以后，25号正式开幕。当时全力推动出行的副总统赖清德2天前出席动土，上午嘛专程南下剪彩，见证台南拼经济，气氛热热。3、2、1，请剪彩 ！Missy Outlet Park 台南正式开幕 ！Missy Outlet Park 台南 Grand Openです。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恭喜！祝福开幕圆满成功，生意兴隆。Outlet 的这个开幕也代表了台南跟日本的关系会更进一步的加强。因为我们台南的观光客第一大外国的观光客就是日本。因为台湾在国际上跟日本渊源最深的是台湾，可是在台湾的22个城市里面，跟日本关系最密切就是我们台南市。我们台南的食衣住行很多文化，其实也深深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所以未来不管是在半导体产业、观光产业，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商务的发展，其实都可以更加的精进这样的一个投资建设呢，在台南的这个双引擎南科跟沙仑这个地方呢有了生活机能这是对整个地区的发展招商的工作甚至于居民生活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贡献。受疫情影响，跨国较无方便，所以该公司董事长伫日本录音报送，感谢各界支持。开始伫政府甲民间的合作，高铁特定区的全力推动之下，现在Outlet启用嘛等于是成果展现。
据了解，这座商场已经是该企业伫国内第3座，欢迎台南的前景使人期待。台南新闻军职何超邦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为了提供更较好的消防服务环境，第6救灾救护大队的办公厅舍新建工程25号正式征才启用，场面相当盛大。台南市消防局第6救灾救护大队原本是甲何伟分队共办公厅舍，消防局对民国110年度向国有财产署申请原厅舍后面的用地，以无偿拨用兴建地上3楼的建筑物，作为第6救灾救护大队的办公厅舍。伫去年底完工，经过验收，25号上午正式征才启用。在这边坦白讲，是一个很繁华的商业地带。那我们把这个土地拨出来，把这个新建的经费筹措以后，那能够让第6大队有一个所有的这个同仁有一个好的一个办公的处所，那也有一个好的这个救灾出动的处所，这是非常好的。尤其这个地方是蛋黄区的蛋黄区，所以说它出动的话，在第一时间就能够到达很多地方，算是一个中心点。所以我们也一方面也选择好的地点，一方面也宽筹经费。那我们希望说这样子，让我们消防弟兄能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事在训练上更精良，在这个装备上更好，在地点办公厅舍上的选择上也更好。我希望说这样子能够让市民朋友们能够得到最好的保障。现场包括市长黄伟泰、消防局长李明峰，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贵宾，甲各区的区长拢到场出席。现场嘛有新光国小的城市战鼓队精彩演出，场面热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解每一个班都有冷气的政策敢有落实，市长黄伟泰特别到开湾国小关心校园电力设备的改善甲装冷气的状况。会中市长伊亲自来检验，希望伫热天的时提供学生舒适的学习环境。为着要校园有更舒适的环境，25号一透早，市长会提告教局长郑新辉做伙来到北区的开元国小，实早电力的改善，还有冷气的装修。热天搁要来到，市长非常的关心每一班拢有冷气的政策，爱确实来执行，希望当学生有舒适自在的学习环境。我们家户去买冷气都要去重新把那110变成220了那更何况是整个学校的一个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所以不管是电力管理系统或是配电，整个都要重新弄，绝对不是只是买冷气而已。那所以说我们这个非常感谢我们，除了感谢中央，也感谢我们教育局的执行力，在很短的时间内而且那个时候是全国一起启动，全国一起启动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变成卖方市场，就是厂商你台南市不买，我卖给云林好了，我卖给所以说大家一方面去抢，不是要说抢，需要努力去争取经费，也要争取货源那也要争取水电工程，所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做好，而且现在测试一切都很好。那所以说在今年的4、5月4、5月的时候，天气开始变暖的时候，甚至变热的时候，冷气就可以比较好的这个运作冷气系统。各中各小的电力系统改善，还有冷气的装饰是目前重要的施政项目。台南市得到教育部补助经费29亿外，电力改善还有冷气的装饰已经完成。伫今年110年度的热天，大家都会当有冷气会当吹。另外，市府为着要营运装饰冷气，需要关窗仔门，所以把传统的粉笔全部拢换成水擦粉笔。避免老师和学生用传统的粉笔会对身体不好。因为关起来门窗关起来开冷气会碰到一个情形，就是老师如果写粉笔，那个灰尘那粉笔灰会四处飞扬，那擦完以后就已经就是很多粉笔灰那所以说用这种水溶性的粉笔它又不是这种刚刚提到了，不是那种白板笔大家闻到会有味道，那是有机溶剂，对身体很不好的。所以说我们又不是用那种部分所以用这种水擦粉笔，那也水擦的这个粉笔写在这个白板上，那大家对老师对学生来讲是更安全。当然以后
大家用平板呢，用触控了，写板书的机会少了，但是有时候还是会需要用到的，所以还是保障大家的健康。市府会继续积极协助学校充实各项的设备，除了丰富学生的学习资源以外，嘛会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打造愈来愈好。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台湾因为市民环海海产一直是真侪民众喜欢的料理，为伫安平的5星级酒店，对今仔日开始以好鱼新鲜直送作为主题，推出海产食到饱的全新菜色甲料理，欢迎民众来试上新的滋味。为伫安平大圆皇冠的假日酒店，主打现点现做食到饱的元素餐厅，对6月25起到4月30。推出海产食到饱的全新菜色，强调台湾好鱼新鲜直送，采用台湾沿海的各地海产，尤其台南在地8门7股的鱼产，你也适合下午市长黄伟哲，嘛带领观光旅游局长加农业局来大力推荐。台湾好鱼新鲜直送，就是台湾各地的好鱼、好的水产品都可以在我们大圆皇冠吃到，尤其是台南的。刚刚提到的斑节香，刚刚提到的日式、法式，还有泰式的还有东南亚新马的这些各种方式的烹调法，通通都衬托出这个台湾新鲜又好吃又棒的水产品。那台南的水产品大家知道，除了虱目鱼之外，刚刚还有北门的斑节香，还有西湖的鹅啊，让人家时时大动。我们饭店的元素自助餐一直以来都是很受欢迎的一个餐厅。那我们在不定时都会推出新的菜色来，让消费者觉得会有新的变化。那我们这次呢，特别严选我们台湾全台各地的新鲜的渔获，比如说，尤其是台南很多的渔获都很不错，比如说斑节虾啊，然后生蚝啊、鲜蚵啊，还有鲷鱼，然后还有很多的渔获，其实都很不错。那不只是台南地区，甚至我们的高雄啊、屏东、东港，还有宜兰等等，这些其实台湾四面环海，很多新鲜的渔获都可以来作为料理。所以这次呢，我们廖小明主厨才会以我们的台湾好鱼这样的一个食材来作为料理，然后透过他的厨艺的手法，然后让大家来呈现我们自助餐台全新的菜色。现场主厨廖小明嘛教市长如何来做生菜的熏鲑鱼卷，用熏鲑鱼来跟罗拉卷须订生菜，搭配意大利的陈年酒醋，增添特别的风味。另外，主厨嘛特别介绍几道创意的料理。因为现在我做的创意菜会比较多了，那香鱼这部分我还蛮推荐的，它是可以入口即化，包括连骨头都可以吃。对啊，它是焖煮了大概有12个小时之久。对对对。除了吃香鱼之外，还有没有可能台南一些比较在地的一些渔产，你也会推荐的？渔产的话，因为台南在地的话，可以试试看红鲟，这台南的红鲟。对啊，我是用新加坡那边的手法下去制作，是属于拉沙口味的，因为一般拉沙它都分汤的比较多，那我把它做成干的。饭店主打台湾好鱼新鲜直送的料理，并且收集各地上青的海产，做成台湾好鱼的地图。互介意海产的民众，照着海产的卡价，就用伫咧餐桌顶面一概来品尝。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庙宇超过1600外间，嘛被合作匠心之都。对此，台南一中科学班甲206班总共28位学生，以杨子贤老师的带领，共同完成了《虎城匠心故事》这本册，希望让更较侪人来了解台南的庙宇。台南为文化之都，当地庙宇就超过1600间。伫咱一中的科学班，佮有206班的28位学生，用超过1冬的时间，共同分组研究台南的65尊虎城神明的故事，跟联动有神庙有关的市情美食做伙共同介绍给外读者。科学班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就是，可能科学素养方面很强，可是其实他们对人文社会这一块也是很有想法的，也是很有兴趣去探究的。那会想做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府城这个我们每天在生活的这片土地，其实有非常多的故事，而且非常多跟神明有相关的故事。
那其实或许我们一直以来每天可能拜拜的，每次经过庙宇去拜拜的时候，都没有去特别发现这样的故事。那所以想借由这个契机，然后让孩子们去探究、去探索这片一直以来在生活的土地。内中的学生表示，一开始伫课堂上透过讨论的方式，先对家己熟悉的生命开始鼓励。对无同的所在去找资料，最后学生透过分组甲几本册分成5个主题，经过找宗教的册以外，嘛有研究文献、查资料来完成一本册。在这本书里面，我负责月老这个章节。我很幸运，在疫情前有参观过台湾4间最有名的4大月老，分别是4点5庙、重庆寺、大天后宫和大观音亭。然后在做月老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早在中国《诗经》就有对于男女情爱追求的描写，但是到了唐朝才会有月老的传说出现。是负责做东岳大帝的章节。他之所以会想做东岳大帝，是因为其实东岳殿在台南算是历史比较悠久的一间庙宇，但是它也算是名气比起其他像武庙啊那些庙宇。名气算是没那么大的。我是在负责关于自然神明的水仙尊王和三官大帝的。那水仙尊王顾名思义，它就是水神。那因为以前是航海社会，他们沿岸的城市，所以对他们来说，水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以前历史上很多跟水有关的名人，他们都会把它变成类似一种水神的化身那种感觉，或者是。他们死后之后会变成水神的一部分。台南的水仙宫旁边它是一个很特别，是以庙宇为中心的四周慢慢往外扩散的市集。那里面都是一些从跟庙一起开始，然后跟着庙一起发展，庙香火越鼎盛，那人潮就越多，那附近的商机就越大，商场就会越广。杨子贤老师表示，学生伫咧拜访的期间嘛，曾经拄到疫情的关系。期间虽然有拄到一寡困难，不过大家也是努力做伙完成这本会当互大家更熟悉府城的府城众神故事。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伫安南区的普华德这市，为了庆祝2月27日济公佛诞，特别规划真侪精彩祝寿活动，除了中医师免费义诊。中道也有供应素食平安福宴，邀请善心大德共同来参加，分享新民过生日的喜气。普华德这是为了迎接27号济公佛诞，所赛季自发性动员来到三港布地，用普天同庆、心灵同欢的心情，迎着隆重举办喜事的会场。其中迎接虎年上大特色，第这支真大笔，首创结合5行的元素所定做，用向前进在金门高粱来祝寿献礼。每一个人拢人心惶惶，尤其是这个经济面。所以这次咱市方才准备讲用这个真大笔建材手证将这个佛诞互来互师傅啊、禅师的佛光来普及，互咱大家供养的人请顿的，拢会当大笔建材促进经济安尼这是咱市方上个大推行到这个真大笔建材手证的这个意义。除了真大笔，伫迄个中央，这只金虎甲济金钟，更是展现宗教的文化创意，利用凹拽艺术来散福气给大家。这是种文创的作品，这外口无当去取得那么，你讲伊下骹布置金砖，就是讲金虎散福，这意义是安尼。咧配合着今年虎年。虎虎生风啊！2000年兴建的普华德这是每到济公佛诞，以过去经验，至少拢2000位信众来参与。水蜜蜂除了会场内外全面清洁消毒，和安全无顾虑，嘛严格遵守人流的管控，量测体温、加挂吹安等防疫规定。根据了解，该寺庙除了济公行为很协，吸引信众来朝拜，更投入社会公益。已经连续13档受内政部协办宗教公益奖的肯定，使人敬佩。当普法道具是
很热心在整个社会公益上面哦，针对我们低收或是贫困的那个住民哦，都在我们安南区都有非常的投入哦，都有给我们公所的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哦，让我们公所哦可以在经营地方上面哦给我们很大一个支持哦。今年2月27日，复旦上午9点开始到拜寿典礼等一连串活动，也佮有远东科技大学、乐龄大学等现健康活力的舞蹈等表演，邀请大家前来接受观礼。那么市方嘛有准备吼，咱的素食环保的这个平安宴席吼，要互这十方先进吼来共用。市方也有安排一寡民俗的这活动吼，包括这个写真经亲子吼，所有吼一切拢总是为着来弘扬咱济公吼的济天啊、济公的这种精神。那么迄天吼，咱这个市方我特别做这个咱的济公三宝照顾您的健康的这个口罩吼，要含咱这十方先进来做一个结连吼。大家来接受。电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感谢收看2月25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